国家开户、打麻将啊。帮个忙嘛。哎，什么？你还拿得到吗？就是这个歌放完了，你又点下一个，然后点下一个，然后点下一个，他们没带 U 盘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它加在这儿嘛，加这儿，我加这儿，加这上面嘛。哦，一点点，要不我横过来放。我动的话，它就。等一下，横着放，横着放。我动的话，它就那个啥。我查了个。辛苦啦。没事没事。我来。看你这个操作。太难了。这太紧了这个。不行，太大了，超级大了。大了。这也可以插上。它可以插，它要解锁。在这儿。它不会停，一直现在是这个，待会儿调这个，然后调这个，这样子，一直往下翻。这个我。那你完了。这个就放的比较快哦，解锁就直接放了。走一趟走马8趟5路，这是拿戳去转儿，咋去取针？加木强巴老师，这是团队的，觉得。哦，我挂了，把它挂掉了，打电话把它挂掉了。就打电话嘛，打电话打过来直接挂掉了。我马出来了。只要不锁屏就没事儿，锁屏了就麻烦了。好了。我帮他就考好再来听。哦，我叫莫来那个。我叫莫来了。哎，对来了。我操！我手机
走住了，挡住了。我上取证来了。干下列个的，干些吉祥的。这个我们的上市在干那个。送过来了。送过来了。带了就对了，就带了就对了。这是开场了。他们跑去拿的嘛，是吧？我看他应该是。这边是什么团体？不知道哎。
我发消息没回。在这个微信上给他发了。哦。他说要明天才来吧。没事，应该没问题。他们很少来，不像我。他一般落嘛那边。罗马那边有扎西区那个扎西马木呀，还有西饶、康州、左嘎嘎青，还拉木，还有。哦，人卡来了，一会儿打电话跟他说把那样子取下来。
往青来了，这个还有路来了，冰镇也要来了吧？这个武汉海边又是那个被水的。
确认一下啊，我给你确认一下，然后我这个照片给你。东京在那么，为什么公婆在天中，根基在这么落地了，干了一百个在车路这路上。文成呢？来了吗？哦。来中间。好。交叉交叉，他一男一女，牛吗？走。
一朵穿的黑色的衣服。玲玲呢？玲玲没来。没拿错了。是王未来唱的丈夫。在土地。对，我对，好。
终于来了，藏小路来了，来的比较早。没看到，我又笑死了。8:50。
是哪个屈臣氏？北上屈臣。这种屈臣不是以前那个是？另外一个新的。那到没有？我认不到。那个第三个。门卡嘛，就说门卡嘛。另外一个啥子？你等会儿。你可以随便。第三个。就是门卡嘛。两个一种门卡嘛。那个雍正在。雍正在。在开始二哪里？应该是看到雍正。他在他和卓玛是两边靠在一起。在这里，在那边。好，是吧？走。可以，就往那边的。西来了，扎西和和尚屈臣是表亲戚关系，不是直接亲，就是像表哥表姐那种，就家里面的。这个等会儿给雍正弄上，这个给上屈臣是这儿，这个深红色衣服那个。这个是能卡的现在。这能卡的吗？能卡的3个，等一下。这个。这个三个颜色一起的。这3个颜色一起给它套上。这个一起嘛。这个等一下，等我放出来，裤衩行了。在前面穿黑衣服那个，那个小伙子，就那个，中间那个桃红色衣服，对，中间加了一个。就这个黑色的，就能卡，对能卡。
这都应该我给罗桑说。也跳了4年了吧，4、5年了。山东人，他以前在藏区里面上个班，然后一下就喜欢上这个舞蹈。身体好哦。把那个哈达一起嘛，跟那个配上之间的，2个哈达，一个给雍正，把雍正给把拿上。先给雍正拿上嘛，没得先送那个，先送爸爸，这个是取证，给上取证，给上取证，对。刚刚在2个取证啊，给上取证。在那个刚刚那个男娃娃旁边那个后面那个粉红色，哪一个呢？就他后面那个，就是后面那个。就是开始那个。就这个，就这儿。马卡后面那个嘛。这个。就是深红色衣服那个嘛。对。搞忘了。OK。
歌唱曲真是团队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有他，应该就是资格很好的那一种。阿加拉姆是今年5月份才加的。啊？跳哪去的？哪去的？应该20多分钟。杨秀，他哪唱琴？我问一下，那个周云珠，你是送那个美美的妹妹，就这个深色的衣服那个，我不知道是亲妹妹还是同学。杨秀在哪里？他叫那个妹妹的妹妹，不知道是那个是不是三妹妹？不，王琴那个。王琴他们3个都得给的吧？2、3个。他旁边是哪个嘛？那女儿的。那个一个是妹妹5年级娃娃那个。王琴旁边的女儿的。那个不是，那他们同乡老乡，好像他徒弟吧，好像是他说是他徒弟，那个得给的对吧？哦。难得来跳，很少来跳。对他们来了几次了，每天这段时间天天都在，他只是把衣服换了而已。终于热了嘞！没有下雨。下雨的吗？对呀，真的出门掉2滴。是吧？主要是穿错了。雨大不大嘛？就滴了2下。星期六冷，星期六才13度。我问你一下呢，你每年都来吗？这个。人民币就是250左右。可以说那个大的嘛，小一点，这个300块钱。反正你们可以包回去吧。昨天我妹妹说话的时候哭了吗？那次妹妹说话来哭了吗？没有啊，她上一次嘛，上次跟说话
居民组刚说了，这个小妹妹她说了，她每天都要来，明天我就送给她。就是这个穿夹克的妹妹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就这个，这个我刚说了，就确认了啊，明天我就给他送300块钱的。有啊，如果问啊聊，去30%吧，我这样补就算了。我以为那个5万韩币是用来，这次不是有那个礼物退回去了嘛？退回去我以为是又什么什么交通费啊，可应该不会吧？啊。因为包裹的话不能超过1000块钱，然后这个2个包裹在10公斤，然后只要发票上面的金额超过了，单件的话不能超过1000块钱，然后你送礼物就是10公斤，价值在4500，超了只能退回去。找那个清关公司好像要收税，税还比较高，食品那些还是就没必要了。比如说退去再重新寄一下，那个费用应该的没那么高。向王清的经理好。没懂，一点没懂嘛，这全都是汗，是起来了吧？这个搞完像他妹妹叫啥名字？没问他名字。三小妹和狗狗，三小妹，他们在这边应该没有，我不知道多长时间。我问一下王青嘛。吉祥盛唐，有水的嘛？那个中间就拿那个10斤子，干的，干只有可以。这个日出的地方。哦嘞，哦。
没有了。这主要是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放那个，都听太多了。这个大场琴我拍了好多那个日出的地方，全是拉曲的，这后面拉曲有40多分钟全是拉曲的，还在涨我的。是一直在涨，我那个也是在涨的。每天你看那个全部是，我看一下，看吧，都有99全是99。这一个完整这个他跳舞那个是这个唱歌那个是那个走马去错，眼睛不一样。看我这个还在涨，把它发过去。还有那个这个日出的地方完整版的。等下我把那个发给他。5分多钟，拉长琴。还有几分钟？有点完整版。
还有7分钟哦。那个西藏锅庄加那个加在一起就是10分钟。你走了？啊，要撤了。那个哈达是哪个的？哪个？哦，我也是拿哈达的，我也拿了哈达了一大堆。我停了。这个我问一下，有个小的。哎，你，哦，带的水杯哦，我以为要走了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清澈。清澈吗？你读4年级吗？5年级啊？3年级啊！啊，好嘞。那我有个字条给他写噻，好，怎么写？我要写像哪个噻？好，清澈的清就是清澈。清澈的清，那个就拉错的错啊，就清澈嘎。还有一个其实还有清澈噻。3年级。这个戴口罩那个是给我们直播的，那个小妹妹叫清澈，从小学3年级，你还是来了噻？哎呀，哎，还有声音响吗？不是我去吃饭，我到去吃麻婆吃蛋去。昨天到3星堆去。3星堆广还是3星堆嘛？爬到我累惨了。有点热啊。有点冲吧，不是冲哦，对，冲波，去双生堂。哦，那个站没下去看。踩了呀！
哎，他们那三个那个妹妹，他们不得回去吗？这个的。3、4个月不得回去。啊，不会就住着嘛？一天只一天。哦，那就好。他们就说就得给三小妹，就三小妹。4个人吧，应该是4个吧。有一个汉子，他们一起的。哦，我读书吧。好，这个就是快了要冲出去了。3个加1个。啊，31，好准确，好，掌握好那个。今天不知道咋了，咋来了？啊，没力气，这2年你没好了嘛？累死了。全喝水去了，全是汗水哦，是汗水。哎呀，我昨天到3星都去好累。现在没啥子看昨的。天才没有。对，我们说没得看的。新的馆。我晓得还在发掘。做10多个亿。就是以前来直播的。不是，以前的老馆我看过，新的馆没看过。昨天那一直在挖了嘛，一直在挖，但是它现在新馆还是里面是好多。肯定是这打造的嘛，那边以前没得啥人的，我们前1年连人都看不到。现在人多了没有？现在我晓得，现在变了噻。以前是人都看不到。还有外国的旅游团了，终于出现了，真的，好久没见过外国的入境团啊。旅游团。还不晓得有可能是巴基斯坦的，或者是印度那些的。我们听他们说的。今天我们在陈麻坡还看到一座全是老外。哦，好。美国人应该是美国人。哦。这终于看到老外了。陈麻坡2楼噻，就那个总店那儿，博物馆那儿。那边没开新开的嘛？不，他那个是旗舰店。旗舰店这边一样，以前有啊，因为跳舞那儿以前陈麻坡都不做烧了一次啊，对吧？就是嘛，后来就开到那个现在博物馆。千户那儿，终于看到了。今天还是。哪个签一趟呢？进花了。嘿嘿，他现在一直在找我。明天给那个小朋友送3年级的，小学3年级。之前来那个韩国那个金明珠。啊？哦。他没跳嘛？有在跳吗？他没有，刚才来。我把那个这个。他从日本回来。哦。这日本旅游不得回来了噻。
给永贞排队。哦，正好噻，才是去那边留学了，这边留学了。他们80岁。啊，那个好啊，就要这样子。以后他会说中文吗？说成都话？他说的中国话，但是他说不来四川话。哦，那个这儿就排进去了。他可以说普通话，普通话说挺好。说四川话，学四川话。四川话他听得懂，但是他不会说。日本好，以后我们想办法去日本。他们儿子上次干什么？去日本，他现在每天都在看日本方面的，什么电车啊、地铁啊那些，反正交通方面都在看。上次你8月份去了8月份对。他在大阪。啊，对，我们大阪也去了，那边动物园、乐园都没去。你上次去？大阪也去了大阪我，2天嘛，哎，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的地方，反正7、8天嘛。他住到大阪的。啊，大阪那边，大阪一个购物中心那边也好，那边有个任天堂的旗舰店，还有一个大阪什么购物中心？反正大阪有个人最多的地方，就是高楼最多的人最集中的那个位置。叫啥名字？那个叫什么购物？哦，对，梅田中心，那边很多，那边有任天堂，那个有上面，对，有直运店，有直运店，对。去了几次？对，坐地铁，对。那看不出来。那跟中国人一样。本来就没什么区别啊，是不是？没区别嘛，是吧？长相完全都不一。长相没啥区别嘎。对。我觉得日本地铁上还是全是玩手机的，看书的现在很少了，我觉得全是盯着手机的，只是说戴了耳机比较多。没有外放的那种，就是全部戴了耳机，要么就是声音没有开声音那种。因为以前感觉就是地铁上看书的应该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做火车会差不多。但那个地铁的噪音，他们地铁的噪音和成都差不多啊，感觉这个轰隆轰隆的声音很大的那种。就是我觉得地铁都这样子，但地面好一点，地面都听不到。还不是要耍手机嘎？对，都要玩，全球都差不多。这儿呢，我跟你说嘛，你在油管上你就可以关注，这儿呢可以跳，你可以在这儿跳歌。油管可以关注小李。小李 TV。在日本的很多，日本排第3。日本的朋友就是还有韩国人，还有那个他们就说那个。第一是。哦，一样。哦，对，这有棒棒糖，有那个，对，都有2种，对。现在基本上标配那个棒棒糖加泡泡糖。有包我不敢动。有包都不敢动。把那个开亮一点啊。我看前我们那个好几个，那个叫啥子？白玫瑰吗？巴西给那个。白玫瑰没看到。不是最高那个，小朗姆。巴西名字叫巴西。我看他们2个。他们2个又来了。年轻的肯定喜欢往这儿跑噻，那边黄泉。这氛围好。还有那个卓玛来没嘛？卓玛是黑水的。哪种？就他们不是4个人嘛？北美。那肯定不知道。应该不清。哦的。那个稍微胖一点的叫巴。卓玛鼻子多嫩的那个。那个子不高那个黑水的。不高。我就小众。有点胖是不是那个？门卡在收东西，门卡是心地特别好那种，比如说那个坐轮椅的那种，他帮忙夏天那些帮别人买水，还有推轮椅那些。我说给他先个哈达。哦，他那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就是。如果是藏族的话，你可以，你不是那个民族，理解不了，是不是？接客人就可以先个哈达。就洁白的那种，白色的是最好的。白色的。长期输送的是不行。那天他在这儿，这儿。现在小灯都来了，本来想喊。小灯对啊。我本来想喊再喊一个人过来的。搞完了。没回。有个大吉多的那个观光队。
他在成都，他哪过来跳？就这个。那边你这个你可以看到我啊。对啊，你们都是一起的，随便这个东西。他音乐好。肯定要一般要标配嘛，像每个人都要学啊。音多少嘞？我们想到的不跟前我不知道去那个地方。美国。我去美，不知道我表哥他们在美国，他们去高中读美国，不知道。在加拿大也可以。加拿大也可以。在加拿大现在移民过去的人多，但是从加拿大离开的人也多，所以现在每年只离开将近8、9万，将近10万，就是因为混不下去嘛。但是混不下，人家混得下去。对啊，就是说本来想象中的那种，加拿大的离开的人要少一些嘛，人少一点点。也不差呀。对，他是移民过去，一年是赔的是40多万50万。加拿大现在移民整得凶哟，现在那个门槛也低了。对啊，但是你离开的也多啊。比如说你是开着啥子娃娃机的，你都好移民。真的。那么随便？真的，加拿大现在这段时间又公布了那个新的那个工种。澳大利亚就是那种技术呀，比如你电工那些还缺。真的。国外都是。美国现在走线的，上个月走线有4000多人，上个月。是啊，4000多人从走线到美国去。走线一般。不晓得嘛？你自己准备10万人民币去结个钱。啊。你不是那次不是在罗马那边有个朋友跑过去走线嘛？他去了嘛？哪个？那天你是不是一个人？哎，那个项目不是你，另外一个女的给我摆。她是有美国绿卡的。她在那儿摆，好像她是有。他们一个亲戚啊，就是也资产也比较多，但是他自己走线过去，他没就是这么那个时候那应该是几个月前，2-3个月之前应该是。他那个时候过去好像中国人只有90多个人嘛，80-90个人左右。后面不晓得90嘛还是别个，反正就是中国人过去的几十100-8个人那个时候嘛，人比较少的时候嘛。现在是哪晓得爆发生长哪真的那么多？现在几千人，4000多人嘛。以前上一年个月才800-900人，以前几十几百人，现在涨了几千人了。从厄瓜多尔，因为厄瓜多尔是免签的嘛。厄瓜多尔到先到厄瓜多尔，然后再跨过整个中美，对，然后再到墨西哥。这个路线我还是知道的，但是现在很多网上不是有些在有攻略嘛。走线去国外的太多了。为啥人那么多了？正常。你咋说？没什么说。门卡票我也是。日本的，那个一般都是韩国的粉丝，韩国、日本。还有。但日本的粉丝不怎么爱聊天儿。韩国的粉丝不咋爱聊天。一般不打字，韩国最多。然后就台湾的、那个香港的。还有就是美国的。印尼的那种美国的华人。美国的华人。现在法国都在跳。法国、意大利、巴黎咋子的？好，谢谢。我问一下。感谢朗
从头的人那扎头，我先到我下头，唱我梦那有呀我唱我唱那梦，你扎扎。这是歌唱曲针，歌唱曲针。这老爹的声音有点有意思，在听到这样说嘛。开心不息哦！Jangan
跳，继续跳，就叫去剪了就完了。翻过来喽！你看，翻过来喽！两个伴舞的，一边伴一个，一边一个。第一个就错跳，第一个都错了，你们两个。有点慢了。往前动，你开始，往前动，不动。你拍呀。哦，这回不就小了哈，这